因為平時工作需要長時間對住電腦，收工又碌手機煲劇、剪片，每日用眼嘅時間真係超過10個鐘以上。加上長期佩戴隱形眼鏡嘅習慣，最近發現戴唔到幾個鐘，眼睛就變得好紅、好乾，仲經常感覺到乾澀同刺痛。為咗改善我嘅乾眼問題，我決定去深圳希華眼科試試佢哋嘅乾眼 SPA 療程。從羅湖口岸出嚟真係超級方便啊！5分鐘嘅路程就可以去到希華眼科，所以經常往返內地，好似我哋想趁過關順便做個眼睛保養嘅朋友嚟講，呢度嘅地理位置真係完美啊！希華眼科嘅外觀睇起嚟好專業、好氣派。入到大堂之後，我直接去咗登記，成個流程非常暢順，工作人員亦都好親切。最正嘅係佢哋可以即日預約檢測，又唔需要等好長時間。對於我哋呢啲繁忙都市人嚟講，真係好方便啊！醫院嘅環境非常舒適，寬敞明亮，俾人一種好放鬆嘅感覺。登記完之後，驗光師會幫我進行驗眼，之後由醫生詳細去解釋乾眼 SPA 嘅原理。原來乾眼唔單止係缺水，仲可能係鏈板腺功能障礙導致㗎。呢個 SPA 療程就係針對呢啲問題進行深層清潔同按摩，幫助眼睛恢復健康。成個療程過程非常溫和，護士姐姐嘅手法好輕柔，先係熱敷，然後係專業嘅清潔同按摩。過程中我真係感覺到眼睛周圍嘅肌肉喺度放鬆，溫溫熱熱咁，超級舒服啊！舒服到我差啲瞓着咗。療程結束後，我睜開眼嗰一刻，感覺眼睛好清爽同濕潤，就好似俾眼睛做咗一次深層嘅補水，之前嗰種乾澀、刺痛嘅感覺完全消失咗，睇嘢都變得更清晰啦。呢個感覺真係太正。喺希華眼科，我仲了解佢哋唔只有眼科咁簡單，仲有其他科室。如果你都有其他健康檢查嘅需求，亦都可以順便喺呢度一站式完成，真係非常方便啊！今日我仲去埋牙科嗰邊洗牙，佢哋嘅服務真係超好啊！過程中相當舒服，完全唔痛。今次嘅希華乾眼 SPA 體驗真係令我非常滿意。如果你都飽受乾眼嘅困擾，或者想俾眼睛一個徹底嘅放鬆，我真係非常推薦大家嚟希華眼科試試啊！